哦，上面2个人一直在表演。对哟，我就看到有人在跳舞。那么这不是好多人，大家不一样，你们一起而跳。妈妈，这个衣服新的吗？没见他穿的。不要穿的。我说它是新的吗？穿有烧的，就在家里面穿的，一般没穿出来，一般没有在。还是那个，看起来是他的。哦，深的是吗？然后第3个的时候就这样。就乔噻这一伙，乔噻这一伙很恐怖。还是跳绳。这边亮一点点，那边太黑了。江西个那边嘛，皮革城，皮革城那儿都在看。这个老小胖，他说哪儿跳舞了，他说去那边耍吃饭，看到吗？一直在喊我吃。好吧，5点多就喊起了，5点多就喊起去吃饭。我说我不去，我当时有几个同事在这儿，我们之前的酒吧，我没去。我看那个小胖他们去，那边吃火锅过来，还想我们好点就过去，幸好我才晚点去。今天我就今天又继续在那儿，出来都方便。他们那边可以跳这个，这儿可以跳。我说从这跳几点钟？来开始！我看戴耳机，2岁多睡1点多1点40，现在1点40才睡。昨晚上电脑戴了耳机听啥子？看视频看，这醒了得将2点钟了。对。那早上7点钟一起来。然后就后面的看后面的，后面出去的后面的。明天最后一天嘛，明天上好像就学其他学校。解放了嘛，明天早上也可以穿掉了。开始道歉。说的话就没人道歉的。哎。休学了噻。不要转回来，往后面走，对，就后面走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！那个地方嘛，30万。再转过来，慢慢转过来，这边转。哎呀！不晓得没问那个。这可是白天演出吧？是晚上。我要问一下呢，不晓得。不要转回来，压针是啥子？结婚嘛。这个你跑去。
晕车和高反应晚上，高反有点点儿。你的地瓜怎么样？有点像衣服的感觉了。因为穿2件，他现在套了，他套了1件。你比如说你今天我们嘛，今天我全是不一样的，我2这个你就那结婚了嘛？我吃了5千多，也可以了吗？长胖了嘛？哦，我嘛37。啊，他长了30-40斤了嘛？图书同学。一个问题在，就是最后面那个，是吧？对，我们转不过来，现在有些人。对，完全转回来了，最后那个要转过来的时候转不过来，现在。对，你不会的嘛？大手，那这样。啊，懂了，对。来。玉树的那个，让回来。这就打开了。啊，玉树的。就是第3轮的时候，然后我一天就忘了。我把那个。哦。你看啊，就后面的。1个、2个、3个。大手。跳哪段？第三个。太长了。跳哪段？笑。参加啥子活动啊？是他的吗？没有，这个是艺术服装要去学校。我以为参加社区活动。
来，第二阵开始，然后直接开始开始啊。这两个小朋友，这两个小孩看吧，那个，我那在外面的不晓得啥个。有啥子活动吗？这里活动我们在耍那件衣服。没有，那个活动不是。一般到那个年底和元旦呢，社区要搞点啥子迎新春啊这些活动。我以为他们要去跳舞。西阳公那年元旦节那天都去了的嘛。就是。长得怪，你那个小孩五官多好那个。对。眼睛，看到眼睛。那就。这唱，这个从小就有跳舞的天赋。人家小娃手还跟着你，手还跟着。就是给他。语数歌舞团的，哪个？那个跳的他们就是语数那个语舞。语数那个嘛，真的是语数。八爷他们要去比赛。年轻吧，听20多岁八爷，叔阿姨呀。他那是咋叔八爷？越辈分越来越高了。年轻吧，亲的。你不晓得他叫啥子名字吗？不管没有，根本没。他戴个红帽子，红帽子乖头。那是一个。那是护士的嘛。啊，我说他那个狐狸帽子啊。我说你是一个妹儿啊，多好看。他最喜欢走那个可爱路线。他喜欢粉色的。他最喜欢粉色的。拿起来就，拿走。他们过去拍视频。两个洋娃娃，那种。好了。啊，这两个。
7点了，哪个？算了，马上回去了，没得啥排的。而且说是他几分钟就行了。他没人了嘛，有啊，他是没得人撇，音乐都没得，音乐都没得，跑得去，音乐都没得了，看撇啥子？不晓得，有可能是毛真的嘛？现在毛也便宜没有，不要以前的貂皮大衣的毛那都一个都是2000多，1800、2000、3000都有。哦，貂皮大衣上万。3万的都有，也有，也有。半截的都是好几千嘛。有狐狸毛，有貂毛，有那些都有。好的是北欧的，对吧？北欧的芬兰的那些貂。它比不上新疆的，新疆的那边做的。一件衣服起码7、8千、上万，我以前看到一件上万，但是我不知道。但是现在人家都不穿那个，只要以前有一款皮子。皮草，我们皮草，我们批跟别个成本价700、800块钱左右卖，2100左右。商场卖，对呀，批个肯定是我们做那些的吧，从头到脚，从头到脚，我们帽子什么都有。卖那些啊。从成品、半成品的都在卖，因为公司上面生产那些。啊，起头就在那子吧。他肯定不在跟别个玩。对。男生能往腿上这一看一下，工作的是，那个，我以前嘛开始好，记得开什么？1、2、3，牛子配。扭起来。要往下一点嘛，这样。没事，我中间算了。太大了，要给我太大了啊！太大了，包都不好包。太大了这个。你在哪儿？他们包那边去了。哪边去吧？那边。哇！回家就能不要一个。太大，他要抱给我抱啊！他要抱。好了。
哎呦，嘿嘿，他包了啥子呀？哎呦，太热情了，那个狗狗啊，太热情了。啊，要打饵打。他咋不让你抱抱他呢？要啊，抱噻，抱了他耍噻。对吧？啊，8个月大。8个月。那边耍球，哪边嘛？他抱出去耍球。看那个狗狗，人口老龄化增加噻。台湾的他们，这是这直播间玩的挺高级的。他们都在，他们出国也玩，有钱的，好全部喝。老龄化增加看起来了。他们台湾的嘛，哦，只有一个。瑶瑶来了。哎，再来一个。没把油给卖了。啊？你把油给卖了？啊？哪个卖？啊？哪个卖了？你养几条狗不能卖？这么贵的卖了啥子卖嘛？你拿个乌鸡养噻？乌鸡来养吗？乌鸡来养吗？你拿个它养噻？养大了。养那么贵的卖啥子卖啊？没得必要卖。乖就不卖啥子卖嘛？这么乖了嘛？这么乖卖啥子卖嘛？我说这比欢欢强多啊！他年轻嘛，他体型大小都不要，要买小的噻。我也没得8个月大。啊，你大型狗了嘛？品种都不一样，品种不一样啊，你可以买小体的，就看你喜欢哪一种。他们没过来头。放在外面，哪边嘛？另外一边，他包过去。我们跟兄弟嘛。有不把无定向嘛？啊？这无尽穿了。定向嘛？
啊那就不晓得了。啊他喜欢不嘛？啊，不知道，他平常打不赢，知道吗？有人逗他嘛，他给他要，他说每个都可以。他不喜欢打不赢，知道吗？没关系。来吧，最后第一顿，最后一顿快速。哎呀，兴奋得很。好了好了好，哎。10:20，准备撤了。哎呦，太到了！它的那个牌牌中间是白色，边边是那个渐变色，有点颜色，把那个颜色弄成蓝色系的，再弄个圈圈的那种藏文写，就跟我们团队的那种一样，边边上是圈圈的藏文底下写的。啊，要卖的话，要卖了，你要这样卖的话，哪个要卖嘛？没人卖啊。你要卖的话，哪个要卖？我说那个这位哪个要卖？哪个说？咋可能卖呢？咋可能呢？说一些，怎么可能嘛？那你他们怎么可能嘛？高原上的，我们他们都大个，怎么可能嘛？
坐了，我们活泼的。一个来了。我准备走了，我准备走了。10点半了，马上。可以了吗？来，结束了吗？明天是第1、第2，明天是第3、第4。你喝了吗？再调一起调一下。三个很简单啊。这个就是适当很简单。1.5有点意思。1.5了嘛，太长了。很舒服的是。专业的。连一下来呀！我手机快要关机了。弟弟，我给你用这个。来，走起来！去噻，10点半了马上在这儿结束了。一会儿走那边。我打的，我在那儿打车。哦，是的，你是啊，打车噻，打出租车啊。哦，你没开车了，好久你是哎，我说呀。打车这儿过撒脚就说噻。哦。踢脚就说噻，是吧？他们说喊我去，我说呢，我说万一结束了，我说对，我说演出了。他每天都有演出，他酒吧那种都是那种，每天都有，每晚都有。以前没有这样，我昨天想说今天星期4，我说的今天也要去。我昨天在想起，昨天都想去了，今天又忘了。那你8点以后你上回都是开的吗？那8点以后就要弄完嘎，开车的话。8点钟以后嘛，我7点多就走了。哦，那就没法了。不让回去了。他们的就这些，他们好像都有这些噻的，都有这些噻。啊，是啊，当然他们都有节目是嘛？他们坐那儿站着。怎么回事？给我这个。最后第3步的时候就转回去了，转到1、2、3，然后就只有3个，对，3步，然后就第3步就转到前面了，然后往下打。 2、怎么样？然后对，还可以吗？差不多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差不多，不来打来吧。等一下啊！等一下。这些场个游戏，这些场我都是，那都派出所那都重点关注的。那些单位肯定晓得是那娱乐行业。走了算了，10点半了。走啊，走了吗？
马上跳完，没了，手机没电了。不要，不。太难记了。再放第一正调。这几只就学得快，你不跳吗？呀，笑，大马老师的面前。跳起这一伙。没有没有。那是，他看着干嘛呀？对不起，小罗跟小罗别在。好，可以了，开始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妹妹，你是听着说我妹妹。我是男的啊。你说你妹妹是他吗？在一个，在那儿，你的妹妹在那儿。感谢光老师送的完了，帮我直播一下。我来弄东西啊！没有周末啊！直播。哎，啊，马上走了，他跳完了。练音乐椅吧？啊？有练音乐椅。品种都不一样，不，大小都不一样。哈哈。这种我妈。乖乖要听他。我要叫啊，要咬他，要说了，他叫咬不赢啊，他叫咬不赢，他要吼别个。麻烦。好冷了，好了，休息哦，10点半了，拜拜了。